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呢個 channel。喺今日 NBA 抽咗選手順位 ，Mavericks 成功以 1.8% 得到 No.1 pick。咁唔知而家 Nico 係咩感受呢？可以睇到今年頭3位分別係小牛啦、馬刺同埋七六人。咁預計小牛就會 drop 呢個 Cooper Flag，呢位係高中已經係無可爭議嘅 No.1 頂級天才，佢更被稱為美國之子。至於 ESPN 都出咗 mock draft 啦，佢哋預計 Dallas 係會揀 Cooper， 馬刺就會揀 Dylan Harper，76ers 就會揀 Ace Bailey， 而我認為馬刺未必會 take best player available， 因為佢哋陣中已經有 Fox 同埋 Castle， 而七六人都可能會揀到 Dylan。如果唔想要 Dylan 或者 Bailey， 佢哋都可以揀 3J Edgecombe 去 cover 翻 Maxey 嘅防守問題。咁我哋講下2025年 NBA 選秀3位焦點人物 Cooper Flag、Ace Bailey 同埋 Dylan Harper。Cooper Flag 嘅防守能力簡直係高人一等啦，無論係封阻、搶斷或者籃板，佢都係全能型嘅球員。最令人驚嘆嘅係佢對比賽嘅 IQ 都非常高，無論係進攻定防守，佢都可以睇穿對手嘅戰術，同埋 show 到有少少組織嘅能力。加上佢切入方面都有極高嘅效率，基本上係一個無死角嘅球員。至於佢係 NCAA 36.8% 嘅外線投射，可能上到 NBA 會有少少問題，但係 Cooper Flag 絕對係選秀狀元嘅最大熱門，可以成為核心艦隊嘅基石。而 Dylan Harper 係傳奇球員 Ron Harper 嘅仔，佢完美繼承咗佢爸爸嘅籃球基因。Dylan Harper 以控場能力同埋全面性著稱，佢係一個極具智慧嘅組織型行為。不單只可以自己得分，佢喺傳球方面都非常出色，可以為隊友創造機會。而佢喺防守端亦都唔遜色，可以守住比佢大嘅對手，係一個攻守兼備嘅後衛。Dylan Harper 嘅球風同 Luka Doncic 有啲相似，佢哋可以喺比賽中隨心所欲咁控制節奏。假如佢可以繼續提升自己三分球嘅能力，佢喺未來應該會係成為一個 NBA 超級巨星。至於 Ace Bailey 係我幾中意嘅球員啦。佢球風係幾似 Kevin Durant 同埋 Paul George， 極具觀賞性。佢嘅 jumper 係非常絲滑，同埋佢嘅運球一個連貫性係非常好嘅。佢亦都有出色嘅運動能力啦，速度夠快，爆發力強，仲可以見到佢比賽中做出一啲大心臟嘅得分啦。尤其佢嘅切入能力基本上係冇人擋到。佢喺防守端嘅表現都算穩定嘅，可以守住多個位。佢6尺10嘅身高都可以俾佢喺防守上有好大嘅優勢。雖然佢嘅投射穩定性同埋佢嘅投籃選擇啦有待改善，但係佢嘅潛力絕對係一個未來嘅全明星球員。咁講到咁多，如果你中意我呢條片就記得點讚、訂閱同埋分享，喺留言區講俾我聽你最睇好邊個新人。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